各位街坊朋友，大家最關心嘅2026年度財政預算案終於正式出爐啦！今年份預算案真係一石激起千層浪，大家最想知嘅肯定係政府仲有冇糖派。我即刻同大家拆解呢份預算案入面最震撼、最直接影響到大家荷包嘅消息。政府今次唔再搞嗰啲花神多多、手續繁複嘅電子消費券，而係回歸基本步，直接向最需要支援嘅群體發放雙糧。冇錯，你冇聽錯，係真真正正嘅出雙糧，包括長者生活津貼、高齡津貼，即係我哋叫開嘅生果金、傷殘津貼，仲有綜援，全部都會額外發放1個月嘅金額。呢個消息對好多老人家同埋基層家庭嚟講，簡直係及時雨。點解政府今次會寧願直接派錢，都唔派消費券？呢入面其實大有文章，唔單止係為咗慳返嗰啲天文數字嘅平台行政費，背後仲有一套促進就業同埋帶旺消費嘅新思維。今日我就同大家逐一剖析呢份2026財政預算案嘅重點，睇下呢啲措施係點樣為香港帶嚟新氣象。講到呢次派錢，大家最關心嘅梗係幾時有得攞同埋攞到幾多。我哋先睇下長者生活津貼。喺2026年度，隨着通脹調整，長者生活津貼嘅金額已經調整到一個相當可觀嘅水平。如果你係合資格嘅長者，今次加碼1個月，意味着你戶口會突然多咗幾千蚊。對於一個65歲或者以上、生活捉襟見肘嘅老人家嚟講，呢幾千蚊唔單止係買餸錢，更加係一份安心。好多老人家以前攞消費券，又要揾後生仔幫手整手機，又要記住邊間鋪頭用得邊種支付工具，甚至驚過期要趕住使晒佢。而家直接入落銀行戶口，中意幾時使就幾時使，攞去飲茶又得，攞去睇醫生又得，呢種自由度先係老人家最需要嘅尊重。再講下生果金，即係高齡津貼。雖然生果金嘅金額相對長生活津貼少啲，但對於一班70歲或以上未必想過資產審查嘅長者嚟講，呢份心意同樣重要。喺2026呢個年代，生活成本比起幾年前又升咗唔少，政府肯額外俾多1個月生果金，係一種社會契約嘅體現。仲有傷殘津貼同綜援受助人，佢哋往往係社會入面最脆弱嘅一群，面對物價上漲，佢哋嘅壓力最大。額外1個月嘅津貼可以幫佢哋改善下生活質素，可能係換部新嘅輪椅零件，又或者係買啲營養補充品。呢啲錢花落去係實實在在改善緊民生。點解我話派雙糧好過派消費券？大家諗下，過去幾年政府搞電子消費券，背後個行政費係幾咁驚人？要開發系統，要同支付平台分賬，要請人處理查詢同投訴，呢啲全部都係錢，而且係公帑。喺2026呢個講求財政審慎嘅年度，政府終於諗通咗，與其將啲錢俾咗啲大型支付平台賺手續費，倒不如直接將呢啲行政費慳返嚟，化作實銀入落市民個袋。對於政府嚟講，直接透過現有嘅社會保障系統過數，程序簡單，準確度高，而且零額外行政成本。對於市民嚟講，唔使去排隊領取，唔使擔心唔識用電子支付，呢種簡政便民嘅做法，只係真正符合香港人快、靚、正嘅性格。而且大家唔好以為派錢就一定會令政府財赤加劇，其實呢種精準扶貧嘅做法，反而對經濟有更大嘅乘數效應。攞得呢啲津貼嘅人，大部分都會將啲錢即時投入返本地市場，佢哋會去街市買多斤菜，去茶餐廳食多餐好嘅，去屋邨商場買件新衫。呢啲消費係最接地氣嘅，能夠直接帶動中小企同埋零售業嘅生意。比起消費券有限制嘅使用範圍，現金嘅流動性令到每一份公帑都能夠喺社區入面流轉多次，產生更大嘅經濟效益。講到促進就業，2026年度嘅預算案入面其實種埋咗唔少伏線。政府今次唔係一味派錢，而係想透過呢啲津貼嘅調整，配合埋其他就業支援措施，鼓勵一班仲有生產力嘅銀髮族或者基層市民重新投入勞動力市場。例如，如果一邊領取津貼，一邊做啲兼職工作，政府會唔會放寬豁免計算收入嘅上限？呢個係好多人關注嘅點。預算案入面提到要為就業帶來新氣象，其實就係想改變以往福利養懶人嘅舊觀念，轉而支持自力更生，獎勵就業。對於一個50幾、60歲嘅市民嚟講，佢哋可能仲好壯健，好想出嚟做嘢，但又驚影響到日後申請長者津貼嘅資格。如果政府能夠喺呢方面做得更有彈性，令到大家覺得出嚟做嘢唔單止有份人工，仲唔會損失福利保障，咁樣香港嘅勞動力短缺問題就有望緩解。2026年度嘅施政方針，
明顯係想將社會保障同就業支援掛鈎，令到成個社會更有活力。我哋再深入睇下呢個新氣象。香港而家面對緊人口老化，但老唔代表無用。喺2026呢個時代，好多60幾歲嘅長者係新中年，佢哋有經驗、有智慧。政府今次派雙糧係俾緊一個緩衝，減輕佢哋嘅經濟壓力，等佢哋有空間去諗下點樣轉型，或者點樣參與社區服務。當大家唔使再為一日三餐憂心嘅時候，成個社會嘅焦慮感就會降低，大家自然會願意消費，自然會想去揾翻啲有意義嘅工作嚟做。另外，我要講講呢次預算案對零售業嘅影響。好多商家之前好依賴消費券帶動嘅報復式消費，但嗰種消費係短期嘅，唔持久嘅。今次政府直接發放津貼雙糧，係一種穩定嘅現金流注入。對於零售商嚟講，佢哋面對嘅客群會更加穩定。老人家手頭鬆咗，佢哋嘅消費力唔可以小覷。香港嘅銀髮經濟喺2026年度將會係一個大趨勢，由健康食品到樂齡科技產品，需求都會因為呢啲津貼嘅增加而提升。政府唔再限制你喺邊度使錢，反而係俾市場去競爭。邊間鋪頭服務好，產品啱長者心水，啲錢就會流向邊度。呢種自由市場嘅運作，比起政府劃定範圍嘅消費券，更能推動行業嘅良性發展。講到呢度，可能有人會問：如果我唔係攞緊呢幾種津貼嘅，咁我有冇份先？雖然呢次雙糧主要針對特定群體，但大家要睇到成個預算案嘅大局。當基層同長者嘅經濟負擔減輕，成個社會嘅醫療負擔、家庭矛盾都會相應減少。後生一輩可能唔使再俾咁多家用，或者唔使咁擔心兩老嘅生活。呢種間接嘅減壓，其實係惠及全港市民。而且政府慳返嚟嘅行政費，可以用嚟優化其他公共服務，例如縮短專科門診輪候時間，或者加強社區設施。呢啲都係長遠嘅投資。喺2026呢個時間點，香港正處於一個轉型期。我哋唔可以再依賴舊有嘅派錢模式，而係要精準。今次預算案嘅做法，其實係向外界展示緊香港政府係識得睇餸食飯之餘，仲識得對症下藥。面對外圍經濟不穩，我哋要保住個底盤，保住班老弱傷殘嘅生活質素，呢個係社會穩定嘅基石。基石穩咗，我哋先有資本去談發展、談創新。大家回憶下，當年派消費券嘅時候，好多老人家為咗嗰幾千蚊，要喺烈日當空下排隊領取或者更新資料，有啲仲俾騙徒盯上，利用佢哋唔熟悉電子工具嚟行騙。喺2026呢個高度數字化嘅社會，我哋反而要回歸最簡單嘅方式，呢種以人為本嘅施政態度，先係市民最想睇到嘅。直接入錢入銀行戶口，簡單直接，無得呃，亦無得貪。呢種透明度，增加咗市民對政府嘅信任。關於促進就業，我仲想多講幾句。2026年度嘅預算案入面，其實仲有配合好多再培訓課程。政府鼓勵企業聘請長者同殘疾人士，並提供稅務優惠。如果你係一個企業老闆，今年你請一個60歲以上嘅員工，你唔單止可以得到一個經驗豐富嘅幫手，仲可以喺稅務上慳返一筆。呢種多贏嘅局面，加上員工本身又有雙糧落袋，成個工作氛圍都會變得積極咗。呢個就係所謂嘅新氣象，唔係靠把口講，而係靠政策去驅動。喺消費方面，大家預計下，當呢批雙糧喺2026年中陸續發放嘅時候，我哋會見到街市、商場，甚至係本地旅遊景點會熱鬧返好多。呢啲錢係會流入本地小店嘅，因為老人家最中意去幫襯樓下嗰間熟悉嘅麵店，或者去屋村個藥房買嘢。呢種資金流向，比起消費券流向大型超市或者電商平台，對維持社區活力更加有效。我個人覺得，今次2026預算案係一個分水嶺，佢標誌住香港告別咗大撒幣式嘅消費券時代，進入咗一個精準投放、效率優先嘅新階段。雖然對於部分中產嚟講，可能覺得自己無直接受惠，但大家要明白，一個穩定、和諧、有消費動力嘅社會，對所有做生意或者打工嘅人嚟講，都係一個更好嘅營商同工作環境。如果你問我，2026年度預算案值幾多分？我會俾個幾高嘅分數。唔係因為佢派錢派得多，而係因為佢派得有智慧，派得夠體貼。佢睇到咗行政費嘅浪費，睇到咗長者用電子產品嘅困難，亦睇到咗基層市民最直接嘅需求。呢種務實嘅做法，先至係香港人最欣賞嘅獅子山精神。最後我想提醒大家，雖然政府話會發放額外1個月金額，
但具體嘅發放日期同手續，大家仲係要留意政府嘅正式公告。一般嚟講，如果你已經領取緊相關津貼，係完全唔使重新申請嘅，政府會自動過數。但如果你屋企有老人家，或者你身邊有殘疾朋友，記得幫佢哋睇睇銀行存摺，確認下筆錢有冇入到帳。如果對金額有疑問，可以去社會福利署查詢。2026年度財政預算案帶俾我哋嘅唔單止係額外嘅一個月糧，更加係一份對未來嘅信心。當政府識得尊重市民嘅生活習慣，識得將資源投放喺最需要嘅地方，我哋呢個城市就會充滿新氣象。大家攞到呢筆錢之後，不妨多啲出街行下、消費下，支持下我哋本地嘅商戶，大家一齊推動香港經濟向前行。講到呢度，大家對呢份預算案嘅措施有乜嘢睇法？你覺得直接派錢好，定係繼續派消費券好呢？你打算點樣運用呢筆額外嘅商糧？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你嘅意見。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嘅資訊對你有幫助，記得點讚、分享俾你身邊嘅老人家同朋友聽，等大家都知道呢個好消息。我會繼續為大家跟進更多2026年度嘅政策更新，想第一時間收到消息，記得訂閱我。我哋下次再見。其實我仲想補充少少關於生果金同傷殘津貼嘅細節。好多人以為生果金係老人家嘅專利，但其實傷殘津貼係分普通同高額兩種，今次兩者都有得加。對於一啲長期病患者或者需要家人全職照顧嘅人士嚟講，呢個月嘅額外津貼可以用嚟補貼下昂貴嘅醫療耗材或者物理治療費用。喺2026呢個醫療通脹都幾犀利嘅年代，呢幾千蚊真係可以救急扶危。仲有綜援方面，雖然社會上對綜援有唔同聲音，但大家要明白，綜援係香港最後一道安全網。好多綜援家庭入面有細路仔要返學，2026年度嘅教育開支都唔細。呢個月嘅雙糧可以幫呢啲細路仔買啲課外書，或者報一個短期嘅興趣班，呢啲對基層小朋友嘅成長係好重要嘅。政府今次一視同仁，向所有社保受助人派雙糧，係展現出一種社會共融嘅大道。至於點解我強調要慳行政費，大家可以計下數。以前派消費券要揾幾間支付工具平台合作，雖然平台可能話唔收政府錢，但其實政府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對數，去防舞弊。呢啲成本如果轉化做現金，可能每個人攞到嘅錢仲可以再多幾百蚊。2026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強調資源優化，正正就係要將每一分錢都用喺刀口上。我亦都觀察到，今次預算案對於促進消費有一套新嘅講法。以往係強迫消費，因為消費券會過期，而家係引導消費，透過增加市民嘅可支配收入，令大家更有信心去計劃長期嘅支出。當一個65歲嘅老人家知道自己每年除咗基本津貼，仲可能會有呢啲不定時嘅驚喜，佢哋對未來嘅消費意欲會更加穩定。喺2026年度，香港嘅經濟面貌已經唔同咗，我哋更加依賴本地消費同服務業。派錢俾老人家同基層，其實就係最直接嘅本地消費券，因為佢哋幾乎100%會將啲錢使返喺香港，而唔係帶去外國旅行或者買外國代購。呢種對本地經濟嘅支持，先至係最持久、最有力量嘅。所以話呢份預算案唔單止係一份財政文件，佢更像是一份社會關懷嘅承諾。喺2026呢個充滿挑戰嘅年份，政府選擇咗最簡單、最直接、最能入心入肺嘅方式去溫暖市民嘅心。雖然無阻繽紛嘅消費券宣傳，但市民心入面嗰種實實在在嘅獲得感，係任何宣傳都比唔上嘅。如果你仲有親戚朋友對今次預算案嘅派錢措施唔係好清，記得將我啱啱講嘅呢啲重點講俾佢哋聽。特別係嗰啲唔係好識上網、唔識睇新聞嘅長者，佢哋可能仲擔心緊要點樣去申請。你話俾佢哋知，只要坐喺度等入錢就得啦。呢種咁方便嘅安排，相信係今年預算案最得人心嘅地方。總括嚟講，2026年度嘅財政預算案透過發放社會保障津貼嘅雙糧，既實現咗精準扶貧，又節省咗大量嘅行政公帑，更為本地消費市場注入咗一股暖流。呢種新氣象係建立喺對市民嘅信任同埋對社會實際情況嘅深刻理解之上。我哋一齊期待呢啲措施落實，睇下香港點樣喺2026呢一年重新煥發活力，展現出更加包容同繁榮嘅面貌。大家記得，生活雖然有時會有壓力，但只要社會有守望相助嘅精神，政府政策又能夠與民生息息相關，就無困難係解決唔到嘅。攞到呢筆錢之後，記得同屋企人去食餐好嘢，
放鬆下心情，因為你哋每一個人嘅消費都係對香港經濟嘅一份貢獻。我想再同大家探討一下，點解政府今次會咁強調促進就業？其實喺2026呢個時代，香港嘅人口結構已經發生咗好大變化。隨着醫療進步，好多60歲甚至70歲嘅人士，體力同智力都仲係巔峰狀態。如果社會淨係將佢哋睇作受助者，其實係一種人才嘅浪費。所以預算案入面雖然派咗雙糧，但其實更深層嘅意義係想幫呢班人解決短期生活憂慮，等佢哋更有信心去嘗試一啲彈性工作或者係社會創業。例如，而家有好多社區中心或者小型企業都好歡迎呢啲有經驗嘅大師傅返去幫手，做下諮詢，做下導師。2026年度嘅財政預算案其實係想打造一個全齡就業嘅友善環境。派錢只係第一步，最重要係令到每一個人，無論係幾多歲，都覺得自己喺呢個社會仲有價值，仲可以貢獻一份力。呢種精神上嘅新氣象，比起銀包入面多咗嘅錢，其實更加珍貴。另外，大家有冇留意到預算案入面提到嘅省卻平台行政費呢一點其實好有前瞻性。2026年度數碼政務已經發展得好成熟，政府應該係要帶頭簡化程序。派現金唔代表落後，反而係一種極致嘅效率。當政府唔再糾結於點樣設計一個複雜嘅消費券額，而係專注於點樣將資源最快送到有需要嘅人手上，呢種管治風格嘅轉變，先至係香港長遠發展嘅福氣。所以，當你聽到有人話今年點解冇消費券派啊嘅時候，你可以好自豪咁話俾佢聽，今年政府聰明咗，將啲行政費慳返嚟，直接俾咗最需要嘅人，而且咁樣對本地經濟仲好啊！呢種正確嘅資訊傳遞，亦都係我哋作為市民互相幫助、提升社會認知嘅一部分。喺2026呢個充滿變數嘅世界，我哋需要更多呢種實事求是、唔浮誇嘅政策。政府今次嘅財政預算案，無疑係行啱咗呢一步。無論係長者、殘疾人士，定係基層家庭，都能夠感受到呢份溫暖。而我哋呢班旁觀者，亦都能夠從中睇到香港未來嘅希望。最後嘅最後，我想再次強調，如果你或者你家人係領取緊呢幾項津貼嘅，2026年度呢份雙糧係你哋應得嘅，係社會對你哋嘅一份尊重。希望大家可以用得開心，使個值得。生活總會越來越好，只要我哋同心協力，2026嘅香港一定會更加精彩。